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卡。我哋依家去睇咧葵興嘅葵昌中心喎，咁佢好近葵興地鐵站嘅，行過嚟大概4-5分鐘咁上下啦。今日睇呢個單位建築面積1350尺啊。上手嘅用戶咧將之前嘅裝修已經拆晒噶啦，留翻低2部嘅天花冷氣，同埋前面呢有2間細嘅玻璃房啊。咁呢2間玻璃房係屬於房中房啦，先入到嚟呢一間，再入去另一間嘅。成個單位嚟講有2個嘅洗手間啊，咁可以分翻男廁同埋女廁啦。L 窗啦，兩邊嘅牆身都有一排大窗嘅。單位長呢大約係14米，闊就大約係6.2米。樓底都高嘅，有3.8米樓底嘅。